大家好，我是 Aqara 的产品经理孙奇凡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Aqara 墙壁开关和安装方法。Aqara 墙壁开关是一款采用 ZigBee 无线通信协议的灯控开关，它安装方便，无需改动原有的照明设备和线路，直接替换传统的墙壁开关。搭配小米多功能网关或 Aqara 空调板，可实现远程控制、定时开关、多设备智能化联动等功能，并在过温过载时自动断电保护。由于 Aqara 墙壁开关是强电产品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建议大家务必找专业电工进行安装。这是 Aqara 墙壁开关双键版，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具体的安装调试步骤。注意，安装全程请务必保持电源总闸关闭。首先，请关闭电源总闸，拧松背面的螺丝，用1字螺丝刀掀起开关面板，将墙壁接线盒里的火线接到 Aqara 墙壁开关的 L 孔，将墙壁接线盒里的电灯导线分别接到 L1 孔和 L2 孔。扣上面壳即可。对于3路开关，可以把其中1路负载线接入 L1 孔或者 L2 孔，剩下的2路负载线可以同时接入剩下的接线孔里面。这样墙壁开关双键版就可以实现3路控制或者1路控制。开启总闸，蓝色状态指示灯闪烁一下，表示正常通电。按下外壳按键，红色状态指示灯会持续慢闪，表示开关正常但还没有入网。打开智能家庭 APP， 找到小米多功能网关，点击添加子设备。当网关发出小米多功能网关允许连入，长按墙壁开关任意键5秒以上，出现蓝灯闪烁。如果连接成功，网关发出语音连接成功。若提示连接失败，请将网关移进墙壁开关，并长按墙壁开关任意键5秒以上进行重置。重置成功后再次连接。